一年时间超过，日头也伫身边，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的酸甲蜜甜。大江的爱写落做伙来音乐才大家的音舞唱看你来做伙跳舞。伊是双水我两千八年。我熟悉，记录是著是你记住咱的老的山无。做伙来，搁去搁倒也是看够看红人知，今日食海产，我也是了解。是讲有囡仔以后，我会想讲，这个社会未来是阮囝要生活的所在，所以我会用这个老爸的角度去想这样代志。哦，哇，听到真的就感动嘞。对社会来讲，可能你找一个好的头路啊，譬如你赚大钱啊，还是安怎，你拢感觉足快乐的，这是一个梦吗？谈一嘴诗，听一段音乐，咱的语言有味，咱的歌有澎湃。台语歌有绵软过日的歌水，啊嘛有厝边头尾这种的人情味，就亲像生活内底满世界充满气味的声音。欢迎收看海味61号。大家好，我是沙艾克，一个做料理一定爱配歌听的总破塞。今仔日来家啊老老的，问一寡指甲的人，啊，搁有点头家，看伊有甲我同款介意听歌无？啊嘛顺线来探听一下，看伊有介绍什么歌，互我咧指甲的时阵会当放来听。行，咱就做伙看卖，嘛是有正经的问题来给你请问一下。啊，你平常时敢有咧讲台语？拢讲台语啊。国台参办讲台语，真赞的哦。爸爸妈妈拢是讲华语的人。因拢讲台语无毋对啦，啊毋过甲阮讲话拢会变做国语。厝内底敢会听台语歌？拢听 K-pop， 拢听台语歌。哎呦，真啊假？最近有听有。生活迄个滋味，老歌较有感情。是啥个歌？介绍一下。茄子蛋内底迄个。红龙红，刚会。啊，你敢有去看伊的迄上尾演唱会？没有。叶启田呐、龙千玉这些。雄心美酒店。詹雅文啦，江蕙啦，吼啊，迄个反正老遮，其实我名嘛讲袂出来，啊，就听着台语少年的咧唱，嘛是足好听。曹操天介绍呢，足赞的台语歌，我家己嘛真介意。啊，毋过今仔日呢，我想要推荐给大家另外一个特别的乐团。听因的歌的时阵啊，你就会感受到讲爱珍惜咱大汉的这片土地。这个乐团叫做农村武装青年。双啊咧有，双啊有啊流，双啊咧有，双啊有流啊，讲啊讲流流，哎呦流啊，双啊有啊流，讲啊济讲啊你着双啊伊啊输，讲啊济讲。流讲这双啊双啊双这讲，这啊双这双啊咧有双啊有流。
双啊有啊你有，讲啊切讲啊你着双啊伊啊输，讲啊切讲，有讲切双啊双切讲，切啊双切，双啊你有双啊有啊你有，双啊你有双啊有啊你有。双啊咧有，双啊有啊你有，双啊咧有，双啊有啊你有。双切讲，切啊双切，双啊咧有，双啊有啊你有。今日真的足欢喜的，欢迎到农村武装青年来到咱海味61号的现场拍破。我会记得恁第一张专辑啊，其实听起来有淡薄仔歹。啊，毋过到即马听起来，其实你有较侪无共款的传统文化，还是讲无共款的意义安尼？为什么中硬安尼无共？因为就生囝啊，就生囝以后拢去互囡仔用了安尼。无时间管即个社会安尼，厝内底还是顾好就对啊。迄若是用一半雕去啊。啊，其实有的想法嘛，有咧，嘛毋是讲无共啦，就是你看的物件愈来愈无伫共一个层次内底。对。其实你会换一个方式去表达。嘿，其实要关心拢共款。嘿，其实讲有囡仔以后，我会想讲，这个社会未来是阮囝要生活的所在，所以我会用这个老爸的角度去想这样代志。哦，哇，我看听到真的足感动的呢。好，啊，咱来讲一个讲草蛇表演一条四门谱，其实听起来淡薄仔亲像迄种戏病的感觉，敢若是表演互新民听的歌，是不是？甲咱介绍一下。对，因为四门谱伊其实是用伫咧咱的车鼓戏。啊，车鼓伊要演戏进前，伊用一个打四门，打四门这个仪式，啊，伊就配迄个四门谱，比如讲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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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伊就换一遍，我换一遍，啊，就考一遍安尼，啊，伊主要是要甲迄个新民甲观众朋友讲，阮戏要开始啊，啊，恁赶紧过来看安尼，对。因为可能是表演互新民看的歌，是先甲大家讲一个安尼表演要开始啊，啊，迄当阵咱会想讲要写这条歌。迄嘛毋是我写，我就是因为伊迄是一个传统的迄个曲调。哦，你甲参考伊个曲调。嘿，我甲迄个曲调重新编曲摕来算。另外一开始到即马拢坚持用台语来创作，安尼一路来，你有啥物特别的想法？为什么讲一定要用台语？其实一开始嘛无想讲一定要用台语啊，因为我算我细汉听台语歌大汉，所以一直到我要写歌的时候，我做自然就用台语写。啊，这种写到一半的时阵，就像感觉讲，其实我是写台语的呢，啊，台语这个物件一定要长紧啊。我就想讲，我应该要有一个责任去传承的，所以我嘛家己搁走去学台语的呢。咱草蛇伫后壁讲的时阵，你拢遮避暑，我就是在问恁讲，恁敢有想讲要传承？你就讲无啦，敢若介意尔。啊，其实恁有即个根嘛，有即个意义嘛，有即个意思。啊，恁该去特别去学，因为咱年岁应该差不多吧。咱搁咧读册的时阵，其实好袂特别教台语嘛。对啊。你是爱家己去研究吗？我是有一届我去台南去学念歌，老师拄仔咧教白话字，
我都嘛有介学念歌，佮介学白话字。啊，敢若看真侪册还是？嘛啊，怎写即寡词？我感觉看嘛是爱啊，就是我会买一寡台语的台文的小说啊、诗啊。哦。台文的小说一开始刚看有哈，敢袂惯势。一开始爱有声书。我有声书，有声的册。对。这赞着。我一开始是用的，有迄个陈明仁老师有一套有声的。我就看，因为伊讲啊，我咧看，啊，其实一直看，啊，你看久会晓啊。有啥册感觉会甲恁厝的囡仔做会快呢？伊嘛听有关呢。即马敢会甲囡仔在厝拢讲台语？拢总讲台语。伊嘛是在自细汉就开始练。对，就伊巴肚内底就开始练。我之前袂晓讲台语，我是对阮囡仔啊，我囡仔出来以后。你原本是伫台北嘛？对，原本。啊，你安尼无几档了，你台语我感觉认真着。5档。静是完全袂晓讲。我感觉这个亲就厉害，5档就当讲卡安尼啊。因为爱玩家啊，啊你袂使输。食玩的赢对无？你看卖，互伊偌大的压力。春风吹来温柔的滋味，充满中华的残红。阿嬷手中的迄丛香，为家眷来讲起。中华南门口，妈祖境内面，42仙人来。成立金河岸，九个大角会员，代代拖落去。大马关那咧春园，北关老热来响起。大马，你慈悲的目睭微微咧看，慈爱。双手点点咧牵，互阮幸福甲平安。大妈，你慈悲咧目睭微微咧看，慈爱的双手点点咧牵，跟随你，互阮一生有福报。双手点点咧牵，互阮幸福甲平安。大妈，你慈悲咧目睭微微咧看，慈爱的双手点点咧牵，跟随你，互阮一生有福报。找无路，有你互阮心头定。真照亮较好船，看着影，拄着风雨心袂惊。大妈，你慈悲咧目睭微微咧看，慈爱的双手点点咧牵，互阮幸福。甲平安，大妈，你慈悲咧目睭微微咧看，慈爱的双手点点咧牵，跟随你，互阮一生有福报。
炒出这条猪鼻的目睭，听起来足温柔的呢。一开始是安怎写出来？伊这条歌其实迄词毋是我写，伊词是迄个南药江的老大妈回一个少年囡仔。哦，对。这条歌是甲因合作的，是毋是？对。啊，一开始为什么会遮特别，甲一个庙合作？因为我之前有为迄个台语台写一个迄个无数这把书的迄个曲，对，啊，因为因听到以后，因内底人就想要拜托我讲会当，因感觉迄个听起来真轻松安尼，啊，佮甲在地有结合，因想讲有法度邀请阮替因老大妈回来写歌。啊，挂香的时阵会当放迄个歌。啊对对，因是讲伊要挂香的时阵会当放这歌。出巡的时阵会听到遮拍的歌，遮现代的歌。对。赞呢。嘛较温柔的。嘿，嘛较温柔的。你就有一点啊，甲传统甲现代甲做伙的感觉。啊，我嘛有捌听恁讲过，讲双脚踏伫土地，一开始哪有即个想法？因为我一直拢咧感觉讲我的歌到底是啥物款的迄个身体的感觉，我感觉迄应该就是一个我的脚永远拢是踏伫咧咱的台湾的土地安尼。你讲到一个足特别的所在呢，你会感觉你的歌甲你的身体安怎甲做伙安尼？对。安怎？你会去感受你身体的想法咯？会啊，因为其实我一直互你弄串的时候，我拢一直感觉就是，因为我细汉就伫田底咧耍啊，钓水鸡啦，是掠田蛤啊啥有诶无？啊，我拢感觉迄个土味，也是迄个骹踏伫迄水圳内底迄个感觉，迄个感觉就是我咧写歌的时阵，我的感觉。等者哦，你骹踏喺田内底，毋是足凉的嘛？足凉的，足重的，规个竖落去的感觉。对，你就是咧追求这种感觉吗？对。遮轻，就是你去互迄个土地规个包做伙安尼。你的骹变做田的金安尼，规个来入去安尼。对。哦，真后生哦，少年呢。啊，恁佫有讲过一句话，我嘛真介意，特别是阿达，你讲台语毋是一种风格。伊是愈成一种生活的方式。啊，你当初有啥物会想到这件代志？因为我常常去问讲，你写台语歌？就进去我嘛，你对。啊，我拢会丢着你讲，有啥物？啊，无我就是做自然的，就是写啊，就到我做自然讲台语共款啊，对。啊，我想讲啊，这就是一个足自然的物件，伊并毋是一个。包装的风格也是啥呢？我知影，你想要讲的意思就是，你逐工醒起，你就是诶，你就是爱食饭，你就是爱啉水。对。对你来讲，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代志啊！你有想要解说你中昼巴肚也爱食饭啊？对。安尼恁真正是有介意菜市仔的味呢？因为恁平常时表演嘛是伫即寡所在，对。毋是讲迄种你爱听歌就爱去 live house， 还是演唱会的感觉啊？为什么会经即寡所在？因为我感觉讲，既然咧歌写出来啊。应该爱有更加侪人，而且是无共所在、无共人，会当听到阮的歌呢。毋是讲，干那讲会当伫 live house 啊买票，啊你也无落买票的人，还是讲伊无机会去接受到阮的人。但是伊平常时嘛无即个习惯会行礼拜即个所在。对。还是讲伊嘛无住伫都市，无住伫台中还是台北，伊可能无遮侪所在会当去的。对。真的是对土地较有爱的呢。而且阮上介意就是咱演奏到一半时阵，啊有诶。阿伯就徛学倒摆，对边个大路经过，伊就停伫遐。这是啥物表演？伊就在伫遐半点钟，啊，甲迄表演看了。哇，马上有一个新的歌迷的感觉。哦，足介意，我听到真的足感动的呢。我看到这个画面，阮就表演特别好。哦，就真的。特无感觉。啊，等者就是咱今日的上尾一条歌《游花园》啊，啊，这条歌其实有真特别的意义，对不？你是用一个做传统的戏曲，算是戏曲吗？这应该算看蒙歌啦，就是算看蒙歌。嘿，对，是对人死去的时阵的一个仪式安尼。算最公地的一种嘛，对不？这算一个你要出山进前，伊有一个仪式，啊，其实来做看蒙安尼，啊，要带迄个蒙魂来去阴间地府安尼。平常时一般应该是会听到甲看蒙歌变做较流行、较现代的啊。你安尼做，敢会惊大家可能一寡时代会感觉讲，哎呀，这种歌平常时可能就是较特别的所在才会听到。因为我家己细汉的时候，足介意去，人迄有人也是有人死去啥，我拢足介意去听迄人西讲咧做西讲啦，还是讲做看蒙这。我一直感觉看蒙是一个足热闹的一种音乐啦。
你上班就水的台湾人噶。对，啊，伊迄话和伊的迄个旋律其实足水的啦，足好听的，对。嘿啊，我嘛听恁的歌是为正月开始嘛，然后一个月安尼对，真系足期待。伊虽然是空蒙，啊，毋过伊嘛是求生囝。对，有这个意义。伊这条是救生囝的。哎呦，因为伊其实就是讲咱迄个蒙困啊，行到迄个地府回乡市的时阵，去甲迄个回公回报啊，求讲啊，咱讨咱查某人的本命花，咱会顾好安尼，啊，咱代代出好子孙安尼。哦，佫有代出好，囝出好孙这个意义。观众朋友啊，你若厝内面想要抱孙抱囝，咱即摆就爱好好来享受。今仔日拢喘不中青年为海边61号带来上尾一条歌《杨花园》。正月好花啦，是啊水乡啊，龙啊兵啊人啊瑞是乡啊用诶，请神敬花啦花啊会啊用。心啊心啊要请着猪啊生娘啊咧猪啊生娘啊，2月啦好花啦4啊目啊哩啊，龙啊兵啊人啊瑞军见哦，请神敬花啦花啊会啊电啊，神啊女啊得主咧着知啊啦现莲啊咧知啊现莲啊。2月过了，3月好花好花为家来。哦，3月啦好花啦4啊无啊等，龙啊兵啊人啊瑞加卡兰啊，请神敬花啦花啊会啊电咯。神啊女啊得主咧着知啊啦现莲啊咧知啊现莲咯。3月过了，4月好花好花为家来。哦，4月啊好花啦4啊含笑，龙啊兵啊人啊瑞是连招，请神敬花甲换掉啊，神啊女啊得主咧着看当头啊咧看当头哦。4月过了，5月好花好花为家来。哦，5月啊咧好花啦4啊加啊花，龙啊兵啊人啊瑞耳啊花哦，龙瑞花来开啊双啊对啊，白啊正花无啊咧着来啊啦顺花啊咧来啊顺花哦。月过了，6月好花好花为家来。哦，6月啊咧好花啦用啊鸟啊桃，龙啊兵啊人啊瑞水仙铺，请神敬花啦花啊会啊好啊，白啊正花讲啊咧着加花布啊咧加花布哦。6月过了，7月好花好花为家来。哦，7月啊咧好花啦4啊水啊仙咯，龙啊兵啊人啊瑞倒吊莲啊，请神敬花啦花啊会啊现咯，神啊女啊得主咧着知啊啦现莲啊咧知啊现莲咯。7月过了，8月好花好花为家来。白啊过啊咧好花啦4啊马啊地哦，龙啊兵啊人啊瑞是梅花哦，龙瑞梅花来开啊双啊对啊，神啊女啊得主你着知啊现体啊咧知啊现体哦。 8月过了，9月好花好花为家来。哦，9月啊咧好花啦4啊布啊用，龙啊瑞白菊无知啊中央，女是干咧属阴爱男属阳啊，白啊正花无咧着加花讲啊咧加花讲哦。 9月过了，10月好花好花为家来。10月啊咧好花啦4啊梅啊花，
间啊咧，只时间咯。月过了11，好花好花为家来。哦，11啊咧，好好的啦，4啊5啊味，用啊如意好花在啊身边哦，心愈爱行啊来啊三件啊，好啊花啊好蕊啊，日着来啊六小天啊咧来啊小天哦。过了12，好花好花为家来。12啊咧，好好的啦，4啊水啊咧哦，水咧圆开开上车哦，重男自男来顶啊水啊下啊，行啊起啊领就我日着来啊斗体啊咧来啊斗体哦。来哦！啊，搁有一团哦，虽然讲因搁介少年，啊，毋过因真拍拼，因啊就是一定台语问家己，什么是有梦的少年，什么是咱所追求的。啊，我听的，我就想到当初时，刚开始爱做遮迄个家己，咱来做伙听杨咪妹的这条《无梦少年家》。心情就快活。做下暝，甲一规人的心拢放伫内底，请出一个无好少年家，无代无志，我想莫出头上。我不愿甲你做伙，家人真打拼拢煞煞去。我不愿无日无暝，规工对人走总过所谓水开人生。我甘愿安尼过一世人，这不是失望，只是希望，会当完做所爱的梦，这一生平凡快乐，就是我。做伙，家人真打拼拢煞煞去。我不愿无日无暝，规工对人走总过所谓水开人生。我甘愿安尼过一世人，这不是失望，只是希望，会当完做所爱的梦，这一生。是希望，只是希望，会当完做所爱的梦，这一生平凡快乐，就是我所望。
欢迎亚米妹来到咱海味61号的现场，欢迎。哎，恁看起来拢真少年的，应该也不会30岁吼。我大下课。你多好，哎呦，有少年，拢卖个假啊！有型，智商有型。哎呦，开始互相吐槽，这我介意。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吼，亚米面这个字是当初是安怎好出来？因为听起来到底是一种食，还是一个人哈？那会予这个名？迄当阵，阮就想讲，忽然感受到亚米面，啊，佮有杨米人，杨米，伊个华语的谐音叫做亚米嘛，所以阮就想讲，亚米，阮五个拢就爱食物件的啊，亲像讲吼，阮想要有一个理念，就是讲，阮的这个歌啊，佮有歌词会当像路边摊共款，哦，有的人伊平常时会当去食路边摊啊，伊会当足简单的安尼，啊，阮的歌嘛足简单的，啊，不过简单内底伊有温暖，哦，啊，伊有趣味，伊有热情，哦，所以这三个元素加起来，我是感觉讲，阮的歌会当代表讲真杨米饲百样人这个理念安尼，对，所以阮才号做杨米人。我感觉是好甲真特别啦，就是一听就会记起来安尼啊。我嘛真认同你头先讲的，就是我感觉恁的歌有一种就朴实、就实在，啊，不过你会当逐工食拢袂生，就亲像你的歌共款，我感觉是一种会当逐工拢放来听，就爽快安尼。萝卜饭共款。哎呀，你唔是为嘉义来的吗？会给爸爸。嘿啊，恁嘉义人讲萝卜饭，你安尼转去的可能会放骄哦。恁拄则表演这条《无梦少年家》，我是有影就介意的。我特别介意恁有唱出来即马社会中少年人的心声，用这热情的方法来。啊，恁当初是安怎写这条歌出来的？我有准备一个问题，就是你感觉这条歌好听吗？好听啊，有影好听啊，我听几啊摆啊。啊，甲走落。哦，这是咱的专辑，特别来送互你，就是咱的《无梦少年家》的专辑。哦，谢谢，我想讲出头遮多。哦，这做甲真高水哦，是放假这种的。对。当初是安怎写这条歌出来啊？哦，这条歌哦，就是来讲到一个歌词啦，一个歌词就是讲平凡快乐，就是阮所梦的，就是我所梦的，就是我所梦的。这个歌词啊，就来讲。其实细汉的时阵啊，一件代志，大汉以后其实平凡快乐这件代志，感觉无啥，愈来愈困难嘛。对咱来讲是安尼讲啦，所以平凡快乐就是我所梦的，就是这条歌要甲大家讲的。哦，其实我听这条歌嘛有感觉到，虽然讲迄节奏是遮热情的，啊，不过咱是咧唱无梦这件代志哈。我一直要问讲，到底是有梦还是无梦？因为听起来是真快乐的啊，那会无梦？其实。有梦甲无梦是虾米人讲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啊。安怎讲呢？因为有梦甲无梦，虾米人会当来讲，亲像对社会来讲，可能你找一个好的头路啊，亲像你赚大钱啊，还是安怎，你拢感觉最快乐的，这是一个梦嘛，社会的期待安尼啊。不过对阮来讲，可能写歌啊，互大家听啊，大家做伙唱啊，就是阮所梦的。其实这有梦甲无梦，其实无安尼简单啊，无讲有梦就是有梦，无梦就是无梦。你的有梦是你的有梦，无代表我的有梦，对，这是咱想要讲的。对。听起来淡薄仔人知的感觉，足复杂的。啊，你写这条歌的时阵，我有听恁讲过，讲你的有一种心流的状况是为什么啊？心流是什么意思？会当解说一下无？心流都爱讲到个，咱以前看到一个电影，我知影，灵魂急转弯，迄个主角弹钢琴的，伊咧弹钢琴的时阵，伊创作的时阵吼，伊会入去一个态度内底，就是所有人伫边仔甲伊讲话，伊拢听无，足专心的啦。其实是真的，亲像阮咧写歌啊，亲像拢可能3点钟、4点钟、9点钟，安尼就过去。你拢唔知影时间过去啊？对，所以我是感觉讲。迄当初我有想到这个状况，甲咱咧写歌的状况足像的，所以阮就是感觉讲，心流会当用入咱内底安尼。哦，所以这条《无梦少年家》嘛是自己个心流的状况内底写出来，是不是？
其实我感觉每一首歌拢是安尼来，你爱先甲家己足专心的，无什么代志当给你影响的。特别是伫暗时的时阵啊，暗时的时阵，迄灵感哦，拢亲像欢乐会安尼，啾啊。哦，可能咧写的时阵，有人你讲，哎呀生我哦，哎呀，我听到，你刚才是想要生我，你讲这小抄，哎，对不起啊，对不起，我想要做新娘嘛，我咧心流来对。有只听了这条爱情迄粒星啊，我发现讲内底有真侪足特别的，敢若台语有的词啊，亲像讲戆戆西啊，搬山过岭啊，恁平常时写这歌词是安怎来的？敢会去特别去查里等？因为这条歌迄当阵咧写的时阵吼，我的头脑内底都是有足侪画面的啦。因为这个词嘛是以前阿嬷有讲过，讲啰啰嗦啊，还是讲戆戆西啊，这种词。啊，毋过我咧写的时阵是有写着讲，因为有一个画面，就是这个主角啊，伊
城市内底安尼戆说，因为伊足介意一个查某囡仔。哎呦，青春的少年哦，青春的少年。啊，不过因为伊介意一个查某囡仔，互伊的心情足复杂的，所以伊找无到方向，所以伊伫戆说安尼。所以我就是以前有听过阿嬷安尼讲，就甲即个画面甲用咧歌词内底安尼。哦，所以你写即寡歌词，其实就是一寡生活的经验，会特别去查迄个字典啊，是啥安尼？嘛是有咧查啦，嘛是爱查，嘛是爱查，嘛是真困难吧？查啊，咱念嘛，念出来无共啦，嘛是惊念唔对。对对。啊，恁感觉用台语啊，甲华语写歌，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用台语讲出来，敢会迄种较有开口的感觉。哦，以拄则咱听到的这条《爱情蜜俩七》来讲，内底有一句歌词，就是讲想要甲你斗阵看日头落山。这句歌词其实意思就是要讲我爱你，我介意你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讲咱用这句话来讲的话，咱是感觉会当较深情，较有心意。就是讲哦，我介意你，我爱你，我想要和你去做真侪代志。想要带你去看日头落山，就是可能加浪漫啊，咱是感觉加浪漫。我感觉淡薄仔亲像伫大场定食，才有真侪无共款的文化透人做伙嘛。啊，恁的歌其实嘛有这种感觉，感觉你有无共款的语言啊，无共款的文化嘛是透人做伙，敢会当安尼讲的？台语就是较亲情，就是我拄则讲的，台语就较亲情。华语的话就是直接客气，英文就是较浪漫。阮有一首歌是18岁的天台，内底都有用到英文，还有用到台语安尼。哦，其实嘛无一定要用台语来写，恁有想到写就要写。那今日呢足欢喜的，会当伫遮甲严咪面讲遮侪恁即寡写歌的灵感的来源呢。啊，上无这条暗暝，恁是用什么心情想要甲观众朋友分享的？写这条歌的画面就是一个人伫厝去听着外面的落雨声去思念伊的爱人安尼。哦。有一个思慕的人安尼。嘿，其实这条歌咧写的时阵是当初我失恋的时阵，所以讲这条歌伊是咧写一个就悲伤的故事，用这条歌去陪伴咱的观众朋友，去行过每一个孤单的暗暝。虽然讲是一个淡薄仔悲伤的故事，但我感觉听起来是。真正足轻松的，咱即摆来欣赏这条《暗暝》。带
今仔日咧足欢喜，实在着农村武装青年甲叶咪免两个乐团。虽然讲呢，这两个团是用着完全无共款的歌曲，也佮有风格来讲伊的理念，啊，毋过我拢会当深深感受着讲，因对台语创作的热情，用台语呢来写出因的梦想，也佮有坚持。听因的歌，甲因的故事，心内是满满的感动。我是沙海克，海米61号，再会，拜拜。